各位觀眾好，我係義華，歡迎入嚟收睇義華頻道。睇完片嘅記住要俾翻個 like 我，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啦。呢幾年嘅窮遊旅行式文化真係揚威國際，我哋嘅香港政府亦都相當歡迎呢種窮遊旅客嚟香港嘅。咁啊，最近有位網上嘅印度 KOL， 佢都好想融入呢種文化喎。佢就設定咗1個月嘅旅遊時間，隨身帶住幾百蚊嘅人民幣嘅啫。不過佢就唔係嚟香港旅遊，咁係嘗試走去中國旅遊觀光。咁啊，嘗試一下呢種窮遊文化嘅快感喎。咁啊，喺呢1個月嘅旅程期間，佢都係長期都依靠搭順風車，同埋依靠當地嘅好心人就請佢食飯。更加就話曾經有好心人出埋錢請佢入住高級酒店喎。可以叫做長期乞食乞住啦，真係巴撚閉啦。咁啊，曾經有人見佢截順風車截唔到，同埋咁辛苦，咁啊出於好心幫佢出埋錢叫架網約車俾佢坐。點知呢，反而仲俾佢掉翻轉頭，話破壞咗佢嘅窮遊享受心態喎，真係俾佢吹撚唔脹啦。至於如果冇好心人請佢入住高級酒店瞓覺嘅時候，咁佢就點做呢？咁佢就話走去啲公園紮營露宿瞓覺，更加話唔會有人干涉及理會嘅。咁啊，紮營露宿呢啲咁嘅情景，我哋香港嘅旅客都經常會咁做噶啦，其實都見怪不怪。咁好啦，呢次嘅窮遊旅程，咁啊呢位印度嘅 KOL 就冇乜點讚賞嘅，反而仲好多嚴重嘅負評添喎。嗱，佢首先批評就咁話，響內地餐廳食嘢，價錢又貴又細碟，根本就係一直揾緊遊客嘅笨柒。跟住呢，佢就話內地人嘅國際語言能力非常之低，普通嘅英文都唔係咁多人識，成日都要雞同鴨講，真係麻撚煩。跟住繼續，佢仲好撚蠢、好撚串咁講，佢就話曾經見到一個內地女孩喺巴士站度踎喺度等車，咁啊更加笑撚住諷刺話呢啲係難以入目嘅文化。哇！聽完呢條窮撚印度 KOL， 真係毫不留情，踩到好盡喎。咁內地啲網民睇到呢位印度 KOL 嘅批評，咁啊梗係谷鳩氣啦，梗係出嚟瘋狂咁屌翻佢轉頭啦。不過我哋香港人睇完內地網民屌佢嘅説話，就千祈唔好笑啊！嗱，佢哋又點講呢？佢哋就話：呢個死印度窮撚，冇錢就唔好學人去旅行啦！你呢啲慳住錢嘅旅遊，根本就係一種乞衣式嘅旅遊，只係會有破壞冇建設，邊撚個會歡迎你啊？更加建議國內入境處要嚴重審批而咁話，冇消費能力嘅就唔應該批俾呢啲窮撚入嚟旅遊啦。好啦，咁睇完成件事，
咁啊，大家網民，你哋又覺得好嬲定好笑呢？其實啊，呢啲啊窮遊旅行文化係邊啲人最中意、最鼓吹嘅呢？咁好啦，咁啊二話呢條片又同大家講完啦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啦，睇完片就記住俾翻個 like 我，繼續啊多多支持我二話。多謝大家收睇先，拜拜。